生病院爆出天狗热群聚感染，5个人确诊，目前感染源不明。卫生局扩大扩列超过1000人。华航机票要起价，7月初9开始，定位服务费起价30块美金。但国内汽柴油的介绍，后礼拜无要起。伊朗暗算甲美国签结束战争备忘录，不过双方对内容讲法有争吵。伊朗也是坚持控制核武器海峡。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3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先赶紧来关心高雄民生病院爆出天狗热的群聚感染，有5个公路站的患者确诊，目前感染源也不明。卫生局已经扩大扩列的对象，包括陪病家属、看护、社区甲工课场，拢总超过1000人。民生病院爆出天狗热院内群聚感染。刚住伫6楼3间无同款病房的5个患者，确诊为着天狗热第2型病毒。13早起，防疫人员将对病院周边甲地下室进行化学防治甲喷药啊。蚊子飞来飞去的，你哪知道？哪一只有，哪一只没有？是只能做准备这样。民生医院是那个登革热就医的场所嘛，所以我们的风险也很大。民生病院是高雄市指定传染病性病病院，负有受伫天狗热技术甲确诊个案责任。爆出院内感染，也是非2018年以来，台中一间病院了后，佫出现病院群聚。目前感染源无清楚，疾管署指派副署长林明清落南协助，要求将化院内收治个案访问隔离流程。卫生局也扩大扩列对象甲风险点。包含5、6楼陪病的家属、看护、甲周边社区，也有工作地点。主个案发生的这个400公尺之内的所有的场域，匡列的风险对象总共有1000多位了哈。那到目前为止，采检还有检验都在进行当中，并没有发现进一步的确诊个案。台北市公共卫生署公会呼吁医疗院所应该将环境风险甲感染管控提悬到同一个决策的层级，不是用单一个案来看待。要统整感染管制跟总务跟医风体系的之间的资讯，让他们可以做一个平衡，然后让它可以资料串在一起，然后避免这一些资讯分散。根据疾管署的统计，目前天狗热本土病例有6例，拢伫高雄市；另外68例境外移入的病例，也提醒都市每户季节一定要落实相关防毒网甲防疫。记者综合报道。提起要出国旅游的乡亲，华航宣布为7月初9开始，定位服务费会起价30块美金，这是今年因第2届调整啊。然后咱国内汽油、柴油的介绍，后礼拜是依次无要起。张经理准备办理报道通关，今年3月开始，陆续国际航空业者起定位服务费。华航也宣布，参考业界标准甲市场机制，定位服务费为7月初9开始调整做美金30块。我觉得好像稍微有点贵一点，而且本来最近现在改票，就是改定位的机票的时候，好像手续费比以前高很多了，可能几百块、几千块之类的，没有特别觉得有感觉，这样对，是一个考量，但可能比较多还是就是地点为主，然后价格第二这样。旅客买机票是透过全球分销系统提供服务，因为使用者付费，国际业者拢收这项费用。今年3月当中将每张机票定位服务费由15块美金调整到200美金，幸福航空是30美金，华航3月调整到200，7月初9开始佫起到30美金。华航上限段来算，维持大规每段台票400，毋是大规300。业者指出，机票造成介绍元素真济，定位服务费是系统上收的。没影响票价上贵济。跟之前的2个税相比的话，其实在民众的感受度上可能没有这么的冲击，因为服务费虽然有一些调整，但是可能在民众在今年这一波的涨价的一个心理来讲的话，基本上没有说有太大幅度。
国际油价受中东局势影响，暗过中油13宣布，一礼拜国内汽柴油价格维持无调整，已经连续11礼拜无起。2月底以来，总共吸收金额176.3亿。旅游部落客解析分析观察5到6月终端票价，整体油源相对稳定，就算部分成本增加，在市场竞争之下，航空公司油源无共款的票价调整手段，因为影响机票金额较大因素，也是机票定价、加燃油附加费。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美国甲伊朗的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吉伫咧12日时阵受访讲，按算甲美国签结束战争备忘录。不过双方对协议内容的讲法有争吵。伊朗要是坚持控制核武器海峡，也那以色列总理是俄罗川普注心限制伊朗的核子计划。美国甲伊朗谈判已经2个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10日接受当地国营电视台访问的时阵表示，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 MOU 来结束战争，可能会伫未来几天来发生。那达成共识，会伫各自的国家用稳固方式来签署。阿拉奇补充讲，双方签署了后，会互相承诺，美国发动任何战争，佮会伫60天内启动第4阶段谈判来达成最后协议。另外，谈判内容会伫伊朗核计划甲解除制裁条件等。除了阿拉奇讲签署 MOU 嘛遮尔接近，真侪美国媒体也报道，美国高层官员也表示，美国有超过80包含未来几天内会甲伊朗签署 MOU。Has the Supreme Leader approved this deal, sir? I understand the answer is yes. 官方伊朗通讯社报道，伊朗坚持控制荷姆兹海峡的交通。阿拉奇受访时阵表示，伊朗未对各上船收过路费，暗过收服务费，而且伊朗遭到冻结的240亿美金资金，会根据协议被改动。暗过这细节内容甲北京官员的讲法互相矛盾。法新社报道，美国官员讲，伊朗已经同意销毁浓缩铀库存，而且开放荷姆兹海峡。伫伊朗无履行承诺进前，任何资金拢未被改动。另外，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伫12日强调，伊也是以色列总理，伊朗就想要国付核武，对美可能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表示，以色列爱确保未来用独立行动，阻止伊朗提到核武。من صراحتاً باید عرض بکنم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دشمنانی داره و در رأس اونها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و به دنبال مستمسک‌هایی هستند که این توافق رو به هم بزنن. 对以色列一直攻击黎巴嫩南部都市，伊朗严厉批评以色列攻击是违反停火协议，破坏外交进程的带头人。路透社报道，伊朗坚持认为甲美国的 MOU 同时爱包含结束黎巴嫩的战争。公司新闻新竹报评报。镜头倒来咱国内，即马毒品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南投警方6月初2，过一天就抓到4件毒品案，而且佫查到毒品的分装场。也那伫台中，有民众发现因兜的车去互贼仔偷牵去，而且即个贼仔驶车毋若飞来飞去，伊人嘛看到戆神，哪像有食毒？民众是惊甲赶紧报案。警方找5案10点左右，伫咧南投市中南路附近发现一个48岁姓苏骑乌多拜的人，精神无啥好，无心无神，随家做毒品翠兰体检。脱一块塞可以吗？什么脱一块塞可以啊？脱一块塞是可以的哈。快筛结果阳性，当场移送法办。毒驾案件一直发生，南投警方自5月底到今已经查到6件毒驾、4件持有毒品的案件。初二即天，那伫咧南投市查到混合式毒品分装场，查出依托米脂烟油、烟弹、海洛因、安非他命，抓到52岁姓陈的主嫌犯带头的制毒集团。一共查到4件毒品案，拢移送地检署侦办。单日连破4件毒品案件，并成功查获一处混合式毒品分装厂。现场取获依托米脂烟油、烟弹成品、安非他命、海洛因等大量毒品及制毒的器具。你车停外？停啊！我在录影啦。食毒的。台中有一个姓李的车主驶家己的车出门，伫外埔区马明路附近，看到因兜另外一台青色的厢仔车，互贼仔偷驶走。这个贼仔目睭看起来无神无神，敢若食毒，驶着车摇来害去，因为伊有载囡仔惊对方弄过来，抱起咧网络请人斗3工。有关本所6月12日17时发生的汽车窃盗案，获报后已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循线查缉窃嫌。
台中市警方统计，自5月底开始，全国公布强化查缉毒假甲长源缉毒专案的这段时间，总共查到221个人毒假，其中发现已经采损羁押27个人。因为这件偷窃案件，大家分局已经接到报案，也成立专案小组全力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年底就要选举啊！总统府公布新一届监察委员提名的名单了后，调查攻防是继续伫咧滚加。台北市长蒋万安主张废除监察院，行政院长杜永泰是甲回讲，叫伊爱较关心市政的。另外，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伊讲要邀请蒋万安就市政议题来辩论。3、2、1。有开报联，台北市长蒋万安13下昼出席龙山区民活动中心启用典礼，也毋过外界关注总统府公布新一届监察委员提名名单了后，调查攻防继续摊烧。针对蒋万安主张废除监察院，行政院杜永泰反过来批评，希望周市长加关心市政，加讲市政。明天我要去新加坡，是台湾第一个获得李光耀城市奖的殊荣，这不也就是市政建设的成果？赖清德总统说过非常多次要废除监察院，赖总统现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那我们一直以来几乎是每2、3天都提出一些市民反映的问题。除了我说比赛以外呢，我们当然是最希望的是能够针对市政的议题来亲自回答，并且做辩论。新北洋下政贴邀请蒋万安辩论，发声希望请回市政议题，下昼出席台北后站商圈见到干路前8站开幕式。历史除了关心相关发展，也提出政见环境。新北选战部分也继续相关，拿了2党参选人，两方问到有关参加同款活动锁定，工厂无共请甲是调工闪开。参加任何的活动都是尊重主办单位的安排。不管是流程、时间或者是座位，确实我们来者是客，我们就是遵照主家的意思。我每次如果在这个共同的场合，不管是看到施小慧委员或是他爸爸施正昌院长，我大概都会跟他有互动握手。任期最后到达算，新北市长侯友宜启动巡回29区办座谈会，也横跨做做公职四川接手。苏卡辉是表示，家己为4月就开始甲各机关参选人，伫每一区举办座谈会，算落来应该至少会有36场，每场反应拢真热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市政议题，坐运信义线往东平延伸的这段，有绿营的民代质疑讲，车头的消防安全检查都还未通过咧，市府煞是赶工请交通部来勘验。针对这点，坐运局是强调讲，消防安检的许可甲申请勘验同时进行，并无冲突，嘛会摕到消防许可了后再来通车。这边的所有的住户，本身看这矮房子都这么破这么旧。父母带几仔囝关心集群信义线东延段的进度，东延段5月17完成初勘，6月完成改善保证交通部里勘，有另外民代质疑，车站的消防安检也无过，市府就着急上交通部要求里勘。按照我们现在的履勘要点，一定也要先有消防的检查才能够往下继续。所以呢，如果跳过这个步骤，想要用时间差，那显然是把公关放在安全的前面。审委员可能有所不知。检验局在初勘决议已写得很明确，消防安全设备履勘前完成，通车前取得合格文件，我们依其程申请复检。消防检查合格本来就是通车前的必要条件。特别这份信义线东延段，自青山站尾溜开始，向东平沿着信义路6段，一直到广州北环园区，增加一个终点站广州奉天宫站，全长差不多1.4公里。就运局讲，信义线东延段5月17完成初勘，交通部迄天也派官员参加，拢知影初勘的决议内容是消防安全设备应该伫咧履勘前完成，并且伫通车前摕到审查甲勘查合格文件。就运局会依照初勘结论，伫通车前摕到消防许可文件。这个本体的消防安检还有很多的缺失，没有办法通过。6月4号才会勘了，捷运局居然在6月11号就把整个案子送到交通部要申请履勘了。相关的会议等等，其实交通部的官员也都有一起出席参加哦。
所以中央其实非常清楚知道现在进度如何哦。中央政府不应该成为地方政府选举的一个政治打手。周文菊强调，一切拢严格遵照租金的决议来改善，并无赶要通车进行，一定会伫咧营运通车进前摕到消防结果文件。相关作业甲李肯的申请公布作业并无冲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新的规范，真出名的观光景点日月潭，变到休困日，人甲车都叉叉叉。为7月份开始，会开始管制食柴油的车。出厂2年以上，排烟的检验若是无合格，只要入去日月潭，都会罚钱。汽车一台接一台入场，驾伫一个南投日月潭水社码头边仔的停车场，停车位真歹找。管区规划为7月起，会全面稽查管制进入潭区的柴油车，排气无合格就开罚1000。消息传出，民众看法不同。当然啦、怎么说？赞成啊！空气品质每个人都有责任啊。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啊，对啊，就有点不方便。为了维护旅游环境，提升空气的品质，全国真侪风景区陆续设立空气品质维护区，包括新竹县内湾、嘉义阿里山、高雄丁正湖拢实施。国内外有名的日月潭是南投县第一个空品维护区。2024年起先后对营业用柴油车管制，今年7月是立即自用车，只要出厂2年以上，无排烟检验合格，即进入日月潭，就会透过车牌辨识系统开罚。你一定要自己去各县市政府的柴油车检测站去做检测。你只要没有检测过，就是一定是没有符合规定的车辆。第一次的时候，当然就罚1000块；多次进出还是违法，我们就会按这个比例上去乘，可能第二次就2000，然后再4000块这样。南投县环保局强调，6支新买的柴油车会当凭发照日去算，3年免验条件向各县市柴油车检测站申请。自主管理标章，其他柴油车会当透过各地环保局检测站，也是大检厂做排气检测，以免受罚。记者综合报道。拜六礼拜这2天，文化部伫台南举办第3届国家语言发展会议，希望打造语言编权的多语社会。其实，即马国家语言已经有制定相关的法令，不过伫咧公共领域，要是拢以华语为主。有学者建议，公家机关都要带头主动示范提供母语服务。轻快节奏加上特色的在地唱腔，马祖戏剧团带来精彩的传统表演，因在舞台顶展现家己语言的水。文化部13、14两天伫台南国家美术馆办第3届国家语言发展会议，以共创语言平权的多元社会做主题，邀国内外相关学界代表斗阵来探讨语言发展的未来愿景。教育部讲，目前已经有400间幼儿园在推动母语定正式教学，伫家己嘛按算去做定正式台语基地，甚至嘛去国外办台语认证。把我们的台语认证放到美国华府做了第1次。今年跟现场报告，我们要拓点，而且我们会继续去做。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多语言的社会，多语言也代表一种多样性。你在美国吃汉堡，汉堡只有1种，可是在台湾不管任何一样，植物、蔬菜或者料理，它都可以很多种。这就是属于一种文化，因为它也是一种国家的宣示。虽然国家语言已经进入法制化，不过有学者讲，这阵公用标示、教育、医疗等场所，依然是以华语为主，本土语言也是真欠缺平等的对待。学者建议，台湾应该要制定国家语言公共服务标准，由政府机关带头示范，主动提供母语服务。咱伫公共场所无法度讲的时阵，咱就感觉咱的语言无路用，咱对公务人员、老师无要求的时阵，伊嘛感觉讲我免教，所以咱来透过因去创造这个需求，甲使用的机会甲环境。文化部长李婉强调，讲母语应该像川渝共款自然，加上法案来推动，台湾已经加入一个互相尊重、多元包容的社会。政府讲，中央和地方政府会继续拍拼，落实语言保存甲传承，建立一个多语共存的友善环境。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一般的动物若是破病，拢会带去找兽医。要若大只的马需要互医生看，是要安怎呢？虽然有兽医会巡回看诊，不过这根本就袂付钱，而且场地甲设备嘛有真侪限制。有一阵少年家因下心诚学专业的功夫，都是希望伫咧台湾建立马的医疗照顾系统。下晡7点半，青春台的网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因的故事。
坐伫马的脚脚片，配合马行路的节奏咧震动。骑马这项活动是适合无共年岁运动。平常时大家看到的是经营者整理环境、教练咧教学。毋过要甲一只马顾较好，背后有真大学问。为检查磨喙齿、顶骹地、甲附件等等，每一个部分拢要靠这阵专业的人员用心看顾。在国外的话，专科他们马匹专科就会分得很细。台湾的话，因为市场也没那么大，然后这方面的知识啊能力也还没有像在国外这么的可以分到这么细致这样。台湾的土地无宽，饲马成本真悬。过去马若破病，拢爱靠医生全台湾走透透巡诊。为了打破限制，高雄出现全台湾头一间有马科大院部的民间动物病院。除了提供专业的医疗，伊嘛办推广的课程，希望透过基础的教育，互大人囡仔了解马，做伙提升动物的福利。他们一直都是在用这种全台巡回的方式在看诊，其实是很辛苦啦。那其实缺的也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据点，因为需要有个空间，有个平台去放仪器啊、设备啊呢。要互一个动物的福利变较好的，就是你一定爱先教育民众，主人甲民众是第一关，你要知影啥物是对，啥物是唔对的。对这群人来讲，马唔那是趁钱的工具，搁较是真好的工作伴。虽然伫台湾，马是一般人较青分的动物，不过因有缘用专业甲陪伴守护家己心爱的动物，伫台湾定根建立照护马的未来。记者吴定宇、林建如采访报道。明仔天气啥款？随来报你知。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24度至28度。还有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